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委会直言宣布，9月1日开始，重新开放第3地中国人士来台湾观光，也开放到两岸团体旅游，初步规划1公斤2000人次。外国那佣兵集团头人普里格金在虽然婚姻技术传出泄露来以外，罗西亚表示讲，这婚姻机顶头10个人拢死，美国也讲这是普京的报复。日本政府的这个福岛第1核电厂有传的核废水，今仔日中昼开始排到海里。业界也强调讲，已经有建立海核基础资料，若准有发现到异常，就会当比对。目前有去评估对这个近海部分影响是较小，也若针对到这远洋所掠到的散肉的提升检测，9月也会主动去到北太平洋采样。中秋节特别到啊，渔业署推广航肉爱多多选用国产的水产品，而且佮邀请各地区渔会总干事来徛台，大大学了国产水产品的高品质。不过，日本为8月24开始排放福岛第1核电厂的泉水入海，咁也会当维持渔会的品质。苏澳区渔会表示，渔民唔若心来惊吓，佮较惊即摆若开放，海洋变作是粪扫场。它排放的邻近的国家也遵照着它的一个比较轻率的一个方式来排放的话，我们整个这个是可以讲是一个海洋的浩劫。也那其他所在渔民是要过来观察后手的冲击。排放到台湾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嘛，所以他们现在是在观望，未来会怎样？当然，我们还是会跟渔业署来密切的来关注这捕获的鱼种。渔业署强调，已经建立海核的基础资料，将来若有异常，就会当比较。目前评估对近海影响较小，另外咱也当主动前往北太平洋采样。9月开始，我们也安排我们的水事所的试验船到北太平洋的渔区里面去采集鱼体还有海水这些相关的样品，做好科学整个相关的监测，建立完整的数据。苏澳区渔会建议政府应该直接去福岛排放泉水的附近海核监测。不过，渔业署表示，迄个所在是日本的经济水核，袂当随在人入去的。相信日本政府会提供资料，而且嘛强调当初日本政府宣布要排放的时，渔业署有表达过无同意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阵意外消息，这屏东琉球的渔船福星辉号昨伫咧日本海峡发生火烧船，这船顶10个人拢有跳船逃生，加在这别只船有甲因救起来，所以因为这船顶的空间无够伤过下，爱换另外一只来甲伊载。啊，那这个台湾的船长说，因为讲这旧客的药啊无啊，家属是真着急，希望政府着爱派船的去到公海，含这第2只船会合，甲这阵台湾船员接倒转来。家属记录渔船作业状况，这只屏东琉球级渔船福星辉号最近伫日本川鹿港东南方海峡作业，煞伫23暗船身导火，船顶载人拍火失败，弃船坐救生艇逃生，好在在24透早，互附近渔船救起来。救人的渔船也爱个作业，协助另外一只双鱼号来载人，也毋过一摆要载10个人，事务空间拢不足，加上福星辉号的船长高血压用药不足，互家属真烦恼。我正烦恼是烦恼，阮先生无药啊通好食，伊有高血压啊。当初设计渔船的这些都已经设计好了，你现在要容纳10个人睡觉，他们睡觉的问题比较慢去接的话，那他们的伙食问题是不是大家都会不够？蔡太太知影做船长的翁婿，带着大夫，也有8个外籍船员拢平安，心内就头放落来。煞阁惊全部人客伫星鱼号有安全顾虑，忍不住向政府呼救，希望派船甲星鱼号会合，帮忙接人回来台湾。这10名船员会从红海239号，然后再转到真鱼号，真鱼号往南开，然后海巡署从台湾这边开，就是对开，加速去汇合啊。渔业署回应家属的需求，已经向海巡署转达，今次派船会由海巡署评估决定。也毋过事发地离台湾3800海里，有54里的航程，家属的烦恼全写伫面内。一天无看到家人平安，就无法度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又过风台形成啊，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伫今下晡2点形成，目前是轻度风台，上紧后礼拜2会开始影响台湾，而且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而且也无排除讲伫礼拜3的时阵，小联赛来发布这陆上风台警报。
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已经伫日时下晡2点形成。气象局表示，伊的中心目前是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目前以每点钟4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行。在比较靠近我们台湾附近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升格为今年的第9号轻度台风苏拉。因为过去几个小时，它增强的幅度比较明显一点，那它的半径的话呢，则是大约是在80公里左右的情况。也若即个风台未来安怎行，气象局是讲，若种行的方向是偏北，就会对台湾有较大的影响。有过后礼拜3到拜4，会是上瓦滚台湾的时阵。明天开始到礼拜天，它会逐渐的往南边偏移，慢慢的打转的情况哦。那打转的情况之下呢，到了礼拜2开始，太平洋的高压又会逐渐增强牺牲，把它往西北边带过去哦。不过这边呢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在，因为第一个就是在打转的幅度上面有可能比较偏南或者比较偏北。那如果是它比较打转的情形比较在北边的情况的话呢，就会离台湾的影响会比较明显一点点了。所以未来的路径还是有蛮大的不确定性的。另外，海面上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1，上紧伫拜5下晡到拜6再起，有机会变做第10号风台。因为即马也阁是风台季，气象局表示，目前伫台湾的东南边有相对较大的低压带，因会互相影响，所以无确定性也真大，会继续观察。记者柯高山林秀凯台北报道。8月初，这卡罗风台河水吞达南投县，全县有30间学校受到损害，真侪学校拢伫咧抢修，希望会赴到这后礼拜开学。也那教育处也有向中央争取到5000多万的经费。那讲到这玻璃的首城桥墩一直立落去，县政府也向中央提出2.5亿改善计划，希望会解决当地民众出入就爱靠远路的问题。本所地下内底底是湿水暖气放落来的石笋盖帮。8月初，卡罗风台所带来雨势升到南投县仁爱乡，仁爱高中也是受灾雨。内校门口甲运动场因为排水未互相水池，宿舍甲应急家政教室的天房也严重漏水，学校赶紧先换石笋盖帮，并后礼拜顺利开学。细酸盖板学校先购置，把它先补上去。那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未来在大雨的情形。不会有大量在漏水的一个情形，地上也早就清除完成，也等待的下个礼拜的一个开学。包括仁爱高中在内，南投全县有30间学校受创，教育处向中央争取，目前已经得到教育部620万紧急抢修费用，甲公共工程委员会4687万重建工程经费，解决排水不良等等的问题。积水啦、设施设备坏掉了等等，有做一些紧急抢修，总共有620万，花比较多的时间去附件的工程，譬如说驳坎坏掉了，个排水设施要做，大概总共有7个学校8个项目。2003年兴建的玻璃电修成桥，因为迄当时每溪水涨起来，冲坏桥墩下陷20公分，造成桥面严重变形，到达游玩风起来禁止通行。当地农民运输农产拢爱塞路，要到对方爱加出1、2倍的时间。像他们这里出入的就要从牛鸣桥那里了。就是上面下来的，他们也造成很多不便啦。只是希望说政府赶快修复啦。对于做桥梁需要改建，那改建我们会报那个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再修复建工程，那我们资料也已经送出去了。南投县工务处表示，在后已经向公共工程委员会争取2亿5000万改建经费，包括设置临时替代道路在内。但中央确定了后，就会进行规划，预计上紧2年来完工。现阶段游玩需要细路，请居民甲用路人配合体谅。记者综合报道。又有食酒塞车弄死人的新闻啊！今仔日的透早呢，伫咧新北市5股有一个70岁老大人，行伫咧斑马线顶头撞弄到目前人伫咧病院急救。这个食酒塞车的驾驶也互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昨伫台南的也有一个富人人，和一个食酒塞车的驾驶弄一个过往。这个弄死人的小姐只有21岁，而且发生车祸了后呢，竟然是把这影片抛上 IG， 烦恼讲伊的车歹去，有影是真惨。也那这个食酒塞车的查某人已经以10万块交保。白色轿车油门一直吹，伫道路高速走，通过路口无减速。一个查某人过大路，去互弄飞，重重的摔伫涂骹，规身躯受伤，也伫病院抢救。撞伤人了，现在有觉得很抱歉吗？
开车的就是伊29岁姓洪的查甫人，伊是伫台北市中山区啉酒，啉到特别天光，硬硬要载朋友转去。透早4点外，驶到新北市五股，弄到70岁当咧过大路的老大人。现场肇事驾驶酒测值达0.42，警询后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姓洪查甫人逢上班，车顶3个朋友也拢爱连坐法。另外23发生的台南安平区的死亡车祸，50多岁妇人早起7点外出门运动，行伫大路边，一台轿车高速弄到伊，这一弄规台车更加是失控，弄入顶下卡。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魏姓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第2项，犯嫌重大，于昨日晚间11点30分许，预支交保10万元。姓桂的卢卡斯年纪轻轻21岁，啉酒了后上路，开到西神，酒测达到0.57，明明夺走一条性命，所无看到伊有一点仔后悔。真的是 OK 啦，没问题啊。伫车祸现场录影，搭配口气浸符，将影片发去 IG 引起批评。酒驾事故一直传出，今年前5个月对比去年同期增加，甚至有少年化的趋势。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酒驾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我们认为说，在12年课纲里面，他必须很清楚的将酒驾这样的危险感知必须纳入在课程里面。除了加强处理，用动法教育面，亲像也爱更加积极。酒驾害人，佮害家己，严格总是有人恶性误解。记者综合报道。伫金门地区有一个民众买一排呢，一个网称推荐的万灵枪 Pro 行动电源，是去年买，这使用期间无到1年，真正伫咧充电时阵，却是熊熊爆炸着火，这脚甲手拢着伤。这间公司要派人去甲这个民众拜访，要拿电池爆炸的部分会送第三方鉴定。就专家建议讲，这网络顶头唔通乱买，也要注意使用的环境。以后烧焦的药店都是原本炒的药啦。画面内底这粒行动电源是烧甲臭火渣，就连壁顶嘛熏甲乌乌。因为一个姓李的民众，去年买一粒网红推荐的万灵枪 Pro 行动电源，不过用无1年，8月18透早，当咧充电的行动电源都熊熊爆炸着火。都被喷到啦，还有脚。因为行动电源爆炸的时阵，要插伫个插座顶悬，民众烦恼会造成更加大的灾害，就随去甲背起来放咧涂骹。过程当中，无细字口喷起来，液体烫着，脚甲手拢去烫着伤。受到迄当阵的情形，要是感觉真惊吓。那时候已经有火，然后拔起来之后就因为很烫，在全部火就直接先放在地上，然后后来又应该在地上又爆，所以就喷到，现在就不敢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充电。还是希望就是伤者他能够平安，送第三方检测，我们才会知道真正的就是肇事原因这样。这个行动电源的厂商23派人去金门甲慰问，关心这个受伤的民众的情形，除了送水果，后续嘛甲爆炸行动电源送去第三方做鉴定，来厘清爆炸的原因。3时大人建议讲，若是来路不明的牌子，尽量卖买，嘛要避免较湿湿、较烧热的使用环境。使用环境不要太过于潮湿或太过于炎热，不太建议你在例如像浴室使用啊，或者是说。你如果是开车族的话，你在车上使用是人在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下车的时候记得把行动电源带下来。3时大人嘛提醒，应该注意行动电源的情形，使用的时阵若网络真烧，或者是充电的时阵会有歹味、插火渣的味，都有可能是故障的报头。使用一段时间了后，电池壳若是破起来，都唔通搁用，或者是送回去予厂商做检查，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真正伫台中发生甲2个朋友抬死的伤汤死命案，这凶手施德益呢，对1审、2审经1审拢互判死刑。不过真正呢，互这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审，认为被告要到70岁啊，就算判伊无期徒刑，立即封关，假释出来也90岁啊，敢有再犯的风险？这部分是无来做说明。警方甲铁桶找出来，封锁线围起来，内面有藏尸体。这是几啊年前，互规个社会拢惊到的台中双汤死命案。凶手施德益是先后杀2个朋友，再甲因装伫个桶仔内，再去中华公路等尸体。对1审、2审到经1审拢是判2个死刑。即马专案互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审。
原审于罪名告知时，仅告知刑法第271条第1项的杀人罪，并未告知刑法第217条第1项的遗弃尸体罪，妨害上诉人防御权的行使。对了认定妨碍被告行使防御权，经侦的调查无完备以外，即摆发回有一大理由。最高法院讲，被告都要70岁，就算该判无期徒刑，阁得到假释，到时伊嘛要100岁啊。加上伊身体状况真歹，敢阁有再犯的风险嘛无清楚说明。监理会抗日去做判刑的参考，并毋是第一摆。虽然刑法18条有规定讲，若过80岁会当减刑，但是过去有真侪案例，被告的年岁无符合。但是法官在判刑的时阵，拢有讲到被告的年岁真大。亲像桃园有一个家因某抬死的案件，因翁得要70岁啊，叫陈丁科，原本一审判死，2审是改判无期。屏东西区的查甫人甲查某朋友吹死，考虑到已经70岁，就算假释嘛超过90岁，再犯的危险性低，一审判无期。一般我们，尤其是华人或是我们国人，都会有一个敬老尊贤。年纪比较大，一般我们都会存有一个说，年纪大的人是不是他会要有一个人道上的考量，就是要对他比较有一个宽容的态度。当你年纪越大的话，你的可能活动的能力也会下降了。那当活动能力下降的话，他可能也没有能耐再去从事比较有第一个比较需要脑力的犯罪可能会比较难。再第二个需要体力的工作，他体力的犯罪他可能也做不到。有现任法官私底下讲，虽然无明文规定，但是法官心内拢知，对超过60岁的被告，常常拢把年纪放入去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讲到这条呢，伊是意外也是有人造成的。根据到这当地记录显示，伫咧23暗时6点，罗西亚瓦格纳佣兵集团的头人普里格金，伊伫咧私人飞行机顶头，也传出讲伊伫咧罗西亚西部特维尔地区摔落来。这个罗西亚联邦航空运输局的消息也指出讲，这飞行机顶头有10个人拢过往啊。这普里格金和伊的副手拢伫咧旅客名单顶头。中国的美国的这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也讲，这就是普丁复仇。追踪全球飞行状况的网站 Flight Radar 2423的记录显示，暗时6点左右，一架为莫斯科飞去圣彼得堡的飞行机起飞了后向西北边飞。6点11的时阵失去信号，消失伫莫斯科北边的银幕顶悬。根据罗西亚联邦航空运输局公布的消息，讲失事的是一架来吉赛600商务客机，是瓦格纳佣兵集团的首领普里格丁的。飞行机顶包括3个机组人员在内，拢总有10个人。普里格丁甲伊的副手奥德金拢伫咧乘客名单内底。飞行机伫罗西亚西部伫维尼地区出代志，有目击者讲，伊听到一声真大声。了后，就看到飞行机为空中落落来。Я слышу взрыв или хлопок, как сказать. Ну, обычно, если взрыв на земле, то он с эхом, да, а то просто вот бух. Я поднял голову и вижу белый дым. Крыло отлетает в одну сторону, а фюзеляж вот как-то вот та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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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 на одном. 罗西亚官方通讯社讲，10个罹难者的尸体拢已经找到啊。甲瓦德纳关系真密切的 Telegram 频道鬼总指出。飞行机是叫罗西亚军方拍落来的。伫飞行机落来进前，当地民众有听到2声真大声，嘛有看到空中2条蒸汽的分野。塔斯社的消息指出，飞行机伫空中无到半点钟的时间，落落来涂骹的时阵着火。当局已经伫失事的地点展开调查，而且派紧急救援人员去现场处理。同一个时间，国总的报道表示，普里格丁伊第2架私人飞行机是安全降落伫莫斯科。这个事故发生的地点，拄好是瓦格纳佣兵集团36点钟兵变，拄好2个月了后，伊同一天，甲普里格丁关系真好的空军总司令苏罗维金嘛去用解除职务。现在伊嘛是从兵变了后，就无阁出现伫公开场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文斯就讲，这个飞行机失事的事件是真典型普丁式粗残的报复。Ну, ожидаемо,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действия, которые он совершил, там, или не совершил, не знаю, 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нам так кажется, что он совершил, они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окараться. 普里格丁捌有偷摕物件、甲抢劫的前科，较早是佚佗囡仔，做生理熟悉普丁了后，真紧就正做官上2届化水会见动的人。伊的餐饮公司长期承包军队、甲病院，也有学校的团膳，接待国家的贵宾，红号做是普丁专用的投资团队。2014年，伊秘密成立瓦格纳佣兵团，
支持乌东卡瓦罗西亚势力，协助甲克里米亚食起来，抑阁伫政府的支持之下，伫非洲甲中东战乱的国家真活跳，而且替普丁伫海外掌握真侪天然资源，累积真大项的资产。伊嘛建立大批的盟军，操控舆论，依护罗西亚的利益，抑阁伫2016年介入美国总统大选，帮助川普爬起离总统的高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印度月球飞船3号探测器呢，这23已经到月球的南极。那或者印度正做有史以来头一个登陆月球南极国家以外，也是罗西亚、美国、中国了后第4个成功上月球的国家。科学家也要用这月球探测车，针对着月球的这个土白也个矿物进行分析，也要找出看敢有珍贵的水冰资源无。探测器成功降落，现场发出热烈的噗啊声。印度月球飞船3号伫台湾时间23暗8点半左右降落伫月球南极，也正做史上第1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Sir, we have achieved soft landing on the moon. India is on the moon. ये क्षण अभूतपूर्व है। ये क्षण विकसित भारत के शंखनाद का है。不少印度民众为直播看登月过程，情绪真欢喜。那月球飞船3号的登陆，也属伫印度正做俄罗斯、美国甲中国了后，第4个成功和探测器登月国家。南极的话，它应该是有很多陨石坑。那如果我现在要安全着陆，选平坦的地方是在碗底，可是我要吃我的太阳能板，要吃电，要吃太阳光，它就受限那个位置啊。要长期待着的话，你就要有另外一种电。挑战登陆月球南极难度真悬。印度伫2019年月球飞船2号登陆失败，俄罗斯定期挑战登月计划29宣告失败。这摆印度的成功会进行相关科学研究，比如要找出敢是有水冰资源。水是人类维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嘛。比如说 NASA 的下一个目标就放在火星，那可能你要补给啊，或者是一些实验场域的话，那月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基本上就是 H 和 O，其中的一些元素的话是可以被提炼出来作为燃料。水冰除了会当加做地质历史资料之外，也有机会作为现今月面基地也是登月任务的饮用水，更较有可能当作呼吸甲燃料使用，对登月任务有重大影响。研究团队后续要执行为期一个月球天，相当14个地球天的地质研究，除了找出水冰之外，也会对土壤甲岩石进行化学成分分析。记者综合报道。巴拿马运河因为可换关系，这水位降低，影响到货船的交通。最近这塌船是塌甲真严重，全世界供应链也受到影响。巴拿马总统科迪索是昨强调，运河无被关起来，等到因为这河水量增加，水位有大大地提升了。哥伦比亚总统佩佐伫推特改名的社群媒体 X 大文表示，巴拿马运河因为可换关起来，而且还有影片打出船只停航，尾下巴拿马总统科迪索23紧出来背回。No le dio la información, no le corroboró esa información, que obviamente es falsa. 科迪所讲，巴拿马的困境其他所在嘛有，运河也是开放运输自由过境。巴拿马运河对全球的贸易真重要，无奈水位伤低，造成塌船。以往排队等待通行差不多90只，即嘛已经到120只，进前几天甚至超过130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为了加紧消化排队船只的数量，顶礼拜六开始增加2个无异用的名额，目前上大通行量是32只。不过也是比正常时间36只较少，已经有要求船一定要减少食水的深度，这嘛代表载货量必须减少，巴拿马的通行费收入当然嘛减少啊。Pero no es que el canal de Panamá está cerrado, eso no es cierto. Que con esta lluvia que hemos estado teniendo.Los niveles de los lagos han estado subiendo poco a poco. 另外，这个月到目前为止，一般等待通行的时间是10天11天，顶个月是6天至7天。不过，货柜轮等待时间爱17天，液化石油气的货船爱等将近13天。管理局表示，因为气候变迁冲击，今年恐怕是历史上上严重的。巴拿马运河80公里长，占世界海运贸易量的6%。中美洲国家当地减少行驶这条要道船只的数量。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讲到即摆这天气咧，北半球已经进入到春天啊。伫咧法国南部犹原是出现42度的高温，北东风也有33度。也那西班牙就要面对第4阵的热流冲击，一寡所在拢出现40度。意大利23、24这2天也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戒。药房外口的温度显示器显示已经降到摄氏41度。事实上，法国南部23的气温已经达到摄氏42度。就算热人已经得要过啊，不过法国也是面临第6波小影的侵袭。科学家嘛感觉安尼无啥正常。这波小影按算会持续到当地时间24。欧洲的气温一直升悬，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在法国甲意大利各界的北东风出现摄氏33度的高温，地势石头落落来，甲冰川逼起的机会增加。这嘛，互真侪想要挑战这粒西欧上高峰的登山者再三考虑。In terms of alpinism, it's terrifying because the routes have changed, the timing of the season has changed, the weather conditions have changed. Many of the routes that we would have climbed 5 years ago are now either not able to be climbed in the same style, yeah, it's scary to think that in another 5 years it will be even more different.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嘛面临第4波小影的冲击。部分地区23的高温降到摄氏40度，不少民众规气去喷水池凉一下。Honestly, it's extremely hot. I don't have the AC in my apartment yet. Haven't installed it, and I don't know. I have a ventilator, trying to survive, not going out on the streets like between 12 and 5 or 6 usually. And I'm really hoping it's over. This is the last heat wave. 意大利嘛伫23、24发布高温红色警戒，27个主要的城市内底有17个就包括在内，亲像罗马、米兰、佛罗伦斯甲威尼斯。身体若较冷的民众，都要注意着刷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的情形。按算到25，还佫会增加2个城市会发布高温的警戒。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由于会今日宣布，对9月1日开始重新开放第3地中国人士来台湾观光，也会恢复两华团体旅游。初步规划一天是2000人次。陆委会表示，希望中国也会当用同款的方式，互咱双方会当互相呼吁能够双向互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那光是呼吁，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政策的这个宣布，我们希望对方能够清楚的理解我们的一个立场。自由行的客人含金量比较高了哈，而且他们的时间是比较自由哈，对这种商圈性的活动会有帮助哈，尤其对这种小摊小店哈，他们的逛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也比较不像团客已经被一条龙的服务了。陆委会宣布，对9月1日开始重新开放旅机甲留学等第3地中国人士来台湾观光。团体部分初步估计一天是2000人次。台湾这边也会放领，过去中国也是一天2000人次。对宣布一期开始1个月准备期，看中国回应再来做决定。另外，8月2日开始也恢复中国人士来台湾做商业交流。那准关系到半导体等科技核心技术产业，也是爱用专案申请方式。陆委会表示，希望中国那边也同款的方式，互咱双方大家来互相。台海局势当咧紧张，美国拜登政府宣布讲，通过上届新的一批，也就是第11届的对台军售，这金额大概是5亿美金，是要装伫咧 F-12B 战机顶头的红外线追踪系统，也有相关的设备。但是总统府表示感谢，国防部也讲，这个系统会当互这个追踪的物件呢，会当愈远会甲掠愈近，大大提升咱的空战效能。副总统罗清德过境美国等来台湾了后，中国持续军演威胁台湾。中国军方佫一个宣布，24、25会伫福建沿海展开实弹射击的训练。军事部23嘛翕到一只中国军舰出现伫咱国东北的海峡，挖24海里迄卡道，若像国军 P-34反舰机专停伫空中监控。美国拜登政府为着协助提升咱国的战力，通过上新一批，也就是第11批对台军售，金额差不多5亿的美金。是配伫 F-12B 战机顶悬红外线搜查追踪叶窗 IRST 系统甲相关的设备。军事专家讲
IRST 会强化 F-16B 对远距离目标侦测甲追踪的能力，大幅度提升空中作战的效能。中国军方运行的战机，每当拢看现现。IRST 系统可以大幅的增强国军的反制中共这个歼20战机的能力，因为它原始设计就是用来搜索跟锁定这种逆中隐形战机，还有就是小型的无人机等等，并没有用到特别预算，逐年编列预算的情况下，逐年来筹获。明年的海空特别预算和我们的军售款呢，加总起来，我们主要是用在第一个高教机的筹获。那其他的这个预算呢，是包含了我们在机密预算里面所编列的这些品项，都是增加我们国防的整体的战略来做构想。国防部指出，所有美国对台军售相关的经费，拢已经编在明年度总预算内底。因为明年会是买军用品付款的高峰期，国防预算整体规模嘛因为安尼达到6068亿，甲今年来比增加265亿，估计占 GDP 的2.5%，创下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仔日提出4大观光政策主张，包括召开观光国事会议、国防观光汇报等，也讲9月要去访问美国。另外，郭台铭今仔日是在土城的庙口开讲，佮讲出我出来选引起众人关注。那民众党的郭文哲昨夜提出和国政党的领袖对话，敢会和国民党有民调整合的空间，引起众人关心。那讲到偌前提是去到家人拜拜，强调过去是为民主打拼，未来会为和平奋斗，争取乡亲的支持。疫后各国拼观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日时是提出4大观光政策，要提关组织的层级，召开观光国事会议，开放定期召开观光汇报，逐年提观光公预算等等，讲要4年来，互内台旅游的人数破1800万，发挥中央全面开放中国游客来。那台湾呢？2023陆客100万来台，注定要跳票。我们两岸要重启对话，重启交流。来带动陆客来到台湾，也带动我们经济。侯友宜嘛正式9月要去访美国，下摆会参众议员 AIT 理事主席罗森伯格，而且到地库演讲，敢会和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侯友宜无加讲，民众党郭文哲日是倡议世代和解，但是进前等出政党领袖的对话，敢有可能和国民党整合？什么事都有可能嘛，所以要先沟通开始嘛，不管是喝咖啡、喝茶、喝果汁的哦。其实我跟你讲，我们都平常就认识的，那还是要找什么协办单位、幕僚彼此主帅都认识。算大家加小点好不好？好。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动作是真多，黄讲是要独立参选，并连署要过，日是参拜土城的5股升地庙，强调2024爱选人卖选党，佮讲我出来选，受访的时阵才佮改口。我想这是一种民意的调查，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经常在收集，经常在跑各地方。就是希望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我自然时间就给大家做宣布。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下晡去家人的天兴宫参休，得到真大的支持。除了求地方的平安，伊嘛讲2024的大选为和平来战。咱过去是为民主打拼，未来为和平奋斗，大家讲好不好？赖清德强调，若当选会带领国家过去替民主打拼，未来为和平来奋斗。2024大选敢会变作4卡都，即马同款是真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今年国内头一个本土的肠仔节病例，是一个住伫咧北部30多岁查甫人，伊伫咧发病进前，捌伫咧外岛食青的蚵仔，即种有可能就是感染源，而且伊走北1个月，目前正咧住院治疗。疾管署也要提醒讲，最近走北的病人是最近这5年来上介济，也讲这民众呢食食卫生爱注意，就爱直接洗手。热天食菜海产爱注意卫生。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本土脑透症确定病例，是北部30多岁男性，6月底北到离岛食青蚵仔，不过敢是感染源，也无法度确定。个案脑的症状达到1个月，经过采检了后才确诊，目前由院伫咧住院治疗。在7月11号开始陆续出现发烧、头痛、腹泻、水便，在8月18号的时候就医采检，并且在隔天住院。8月21号检出伤寒杆菌确诊。疾管署表示，脑透症也是沙门氏菌的一种肠道传染病，
占卜期大约8至14天，主要是经过带困者的大便污染的食物，也是饮水来感染。定看到的症状包括继续性的发烧、头痛、落顶。内底注意的就是疾管署监测发现，顶礼拜全台门急诊漏就诊人次是12.8万外人次，比前一礼拜升悬4.4%，是我5年来降低升悬。我们在切菜的电板或者是刀上面有污染到这些沙门氏菌，也会造成污染。不要以为食物煮熟了就没事，因为煮熟虽然煮熟了，之后再细菌再加上去，也是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感染。疾管署提醒，休假期间民众出去佚佗、聚餐的机会增加，海产食物应该充分煮熟，料理的时阵应该避免青色交叉感染。尤其是沙拉加点半的保存，应该爱特别细致。另外，也爱落实个人手的卫生，饭前便后使用湿粉来洗手，才会当有效防范肠道疾病。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天狗日已经继续伫咧传，特别是台南小连续2天新增加100宗的病例。根据着台南市卫生局的统计，到8月20日为止，确诊人数已经有2085人咯。加上这个后礼拜就特别开学啊，教育局也惊讲这天狗节会拖入去校园，特别定出这2天就爱甲这校园做大摒扫，老师学生大家分工，甲这校园的环境整理好势。手提桶啊、叶啊、沿路设校园的4个位啊，因摒扫时共款有真侪粪扫，甚至塑胶袋仔内有积水情形，老师甲学生彻底巡一解，途经天狗咧拖入来校园内。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伫咧开学进前定校园防疫清洁日，大家分工合作，要甲校园环境摒扫清气。我在检查积水的容器有没有倒挂，然后用刷子刷洗手台，避免结局的卵附着在洗手台上。周边还有内部的部分清洁完毕，希望登革热可以不要进入校园。天狗日也咧看，台南确诊病例累计已经破2000个，23迄天加100通个，是这10天来第2悬的。卫生局指出，今年流行第一型镜头无明显，佮加上最近天气无稳定，定落雨，所以地区确诊的速度有较紧。目前政府针对上严重的东区、永康甲安南区加强铺药啊，在地民众虽然无奈，不过嘛是爱配合。足无奈也无奈，我年岁大，像我家己比较大。我们礼拜5也会特别针对我们安南区比较多病例的16个里，来联合区块防治来画防火墙。环保局目前完成第1场大规模消毒。环保局表示，铺药也是上紧甲蚊仔扑死的方法。不过，无法度扑死水处，伊嘛呼吁里面一定要摒扫清气，千万莫有积水，才当有效对抗天狗节。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伫咧高雄女子家有一个44岁的收容人，伊就是暗时向昏倒，送到病院急救，有关救无回来。有风声讲，这个受刑人可能是负责天狗节的防疫过劳死亡。不过，家表示讲无这个代志，详细死亡原因，阁爱等检察官调查。拜四透早，高雄女子家照常处理收容人接见，办公区域嘛正常作业。不过，收容伫内底的一个44岁女性收容人，拜二下暗登去下班，甲室友开讲时倒去，警界送去小港病院急救半点钟后有关死亡。有人质疑收容人技术当日互人叫去做天狗的防疫工课，负担上大，过劳死亡。死亡的原因是跟他作业过劳的原因是没有关系的，作业时间都是依正常，我们都有固定。工作1个小时，休息10分钟。他在监情况，他都没有所谓的慢性疾病的看诊。家讲确实有收容人死亡，不过当日伊的工作量扣掉食饭休困的时间，严格来讲，工时间啊3点钟，嘛毋是伫日头下骹咧做事。天狗日的防疫工课是清水沟啊一种摒扫的工课，平常时伊的健康状况真好，迄日嘛无反映身体无爽快。这是平常他例行的环境工作。不是因为针对说为了要做登革热防疫工作去增加他的工作负担，没有。家否认收容人过劳死亡，强调有公平对待所有的收容人。检方已经完成初步的伤检，有等后礼拜复检，告示家属卖到场。记者王友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在今年5月，立法院修法开放同性家庭收养
共同收养无血缘的囡仔。伫过去呢，这同性家庭敢若会当透过其中一人的名义去做收养囡仔，另外一个是无多有囡仔的侵权。伫修法了后，今仔日有一个同性家庭总算互法院裁定通共同收养囡仔，这做修法了后的头一例。怎么了？那侵权目前是在遗如手上，所以我是完全没有法律上的保障。那如果遗如怎么了，我们家阿阳他会同时失去，不止失去他的妈妈，也失去他的妈咪。同性家庭遗如甲遗灵，过去因为法律的限制，无法度共同有囡仔的侵权，一直到今年5月，立法院修正司法院第718号解释施行法第20条，开放同性家庭共同收养囡仔。而司法院总算裁定2人通共同收养囡仔，登记帮助因的民间团体表示，因是修法了后头一个成功共同收养的同性家庭。我们2021年4月的时候，第一审被驳回以后，还要再抗告到第2审。然后第2审的法官也经历了开庭，然后要去跟法官说服。加在因有等到修法，伫遗如甲遗灵进前，只有同性家庭为爸甲苗爸透过拍官司，伫还未修法的时，成功收养无血缘的囡仔。不过，即阵同性家庭若是要家己生囝，也是有难关。像女同志自己有子宫，台湾的同志要拉着行李箱去出国做人工生殖，没有办法在台湾做。那未来我们就是希望人工生殖法可以修法。目前台湾人工生殖只有开放予未生的夫妻来做，收费15万到40万。同性家庭若想要做，就要开2倍到3倍的费用去国外做。那男性组成的同性家庭，佫有牵涉到修法开放代理孕母的问题。民间团体表示，这困难拢是未来因要拍拼的方向。记者郭明正准由台北报道。根据着国际医学研究显示，要到1/10的儿童青少年有社交惊惊，这款镜头会出现讲，互人惊，互人关注，甚至是无法度喘气，也佫有的人是无爱去学校，毋但影响到伊的学习，也影响到人际关系。台北市的这个联合病院尚德院区对9月开始，针对青少年有开人际压力特别门诊，希望帮助这寡囡仔建立正常的社交生活。一名国三女学生顶日因为面临升学考试压力，常常发头痛、腹肚痛等身体无爽快症状。因过到病院做各项检查，拢找袂到病因，了后佫用各种理由无想要去上课。暗时也出现失眠症状，后来家长带去精神科就医，才发现原来囡仔是得青少年焦虑症。拒绝的孩子其实常常细细的澄清跟厘清起来，他背后常常是焦虑。那焦虑可能是来自于跟同侪相处的人际焦虑，也有可能是对课业应付上困难的焦虑，很常让孩子对于要去学校会裹足不前。医师表示，焦虑症是儿童青少年上常看的心理健康问题。过去医学研究显示，有50%的儿童青少年有社交焦虑症，典型症状包括烦恼家己伫众人面前突出，一旦受人关注，就会心跳加速、无法度喘气，最后选择闪避新环境，无要甲人交流，甚至出现记学问题，毋但影响学习，也影响人际关系。说不出心里的痛苦，也说不出心里的焦虑跟担心，但是在门诊经过好好的处理，药物的治疗、心理治疗，慢慢的可以说出自己对很多事情的担心，解决问题跟压力处理的技巧。为了解决少年烦恼的问题，北市联医尚德院区为9月起会开办青少年人际压力调适特别门诊，主要服务对象是12至18岁青少年，会由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医师甲临床心理师针对个案做身心评估，佮客制化治疗，毋忘制定囡仔量早治疗，回归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阁发现着乌蠅啊，有一对的红仔某呢，伫咧海端乡的步道，看到一只台湾乌蠅，伊去互外仔所绑条的，伊米伫咧树后壁，因着赶紧去通报。乌蠅互自救出来了后，那发现讲伊身躯顶有即个空喙以外，而且是真虚弱，着爱等待伊恢复健康了后，才会当野放。这是今年第3件这乌蠅着陷阱的案件咯。23下昼，一对红仔某经过海拔700外公尺的海端乡红石林道，发现路边的树顶有乌影，摕手机翕发现是一只台湾乌蠅，佮我近看，感觉乌蠅真虚弱，徛伫树顶，赶紧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救援团队随去处理，发现乌蠅是踏着套索陷阱。兽医师先用喙子麻醉，加长倒并前骹套索，佮搬到地面上完成初步验伤，遂转送到地上野湾野生动物救伤中心进行后续的治疗。
受困黑熊为3到4岁成年公熊，体重约63公斤，疑似因误中套索后攀爬到树干分叉处进行暂时的休息。二是兽医师搁一摆治疗乌熊受伤的倒前脚，也需要一段观察期，等到恢复健康就会野放。台东分署统计，今年到即马已经发生3件乌熊达到特殊成功救援的案例。那即摆发现乌熊的民众，以台湾乌熊生态服务给付示范计划协助救援，会发予每人2700万不等的奖励金。记者综合报道。由文化部主办的庄头剧场巡演，对8月开始，一直到年底，邀请60个团队伫10个县市来演出。其中，明华园戏剧总团伫8月26这天呢，要去到嘉义县重新演出《超现白蛇传》这出作品。白蛇演员跳着更是展现无同的剧场表演甲气势。这出《超现白蛇传》是在当前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当时正轰动的戏出。8月26这天，要伫嘉义县政府头前的广场，搁再一出演出。我们用短短的8天，搭了一个比国家剧院还大的舞台，然后我们让3万名的坐在椅子上的观众，甚至站的观众，第一排到最后一排，都可以看到演员贴身的身段跟唱腔。文化部希望能够在疫情过后，在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乡间的征讨来对都有办法看到剧场级的国际剧场级的演出。为了要在当前的作品有新的呈现，团长陈胜豪就讲，为了硬体的加强，总团新一代优秀演员会甲孙水峰做伙演出，嘛上顶明华园的传承。超现白蛇传在演，但是这次演完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演。再隔10年。再隔10年，好，那个时候，我们这次是传承青春版。翠凤是传承青春，都是后边起来哈，那种青春版的。嘉义县政府表示，演出的时阵，现场有6组500寸的直播荧幕，6组喷水车的配置，计共3万张椅仔，边仔嘛有6000外的停车位，高铁站嘛有车来接送民众。希望让大家会当借这届机会，搁再一摆来欣赏这明华园的精彩演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结合台湾、日本总共20多位艺术家的文化交流活动，要到200件的艺术作品，伫咧新德馆的文化局展览，希望透过活动来增加台日双方的艺术交流。日本艺术家详细绍介作品，另外一边台湾工艺老师嘛展出家己的创作，来自台日总共20多名艺术家，打造出200件的艺术品。透过展览，要让大家来欣赏双方的艺术文化。画画它本身它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但是我的玻璃画是立体的，它会随着光而产生一些亮亮的效果啊。那这就是一般跟平面画画不同的地方。この展覧会を通じまして、台湾と日本の文化交流が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ることを記念いたしまして、簡単でございますが、ご挨拶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台湾工艺在地理以及历史上，参日本有真深的关联。主办单位希望这摆透过交流，除了会当看到台日双方在艺术点面有路的手艺，也感受两国之间多元文化。台湾的工艺它其实就是多元的，而且是由不同文化堆叠起来的。那我们跟日本其实是源远流长，关系密切啊。台湾的很多工艺就是受到日本的影响。但是台湾的多元的文化在这边也展现出来，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的堆叠下，它会产生自己的文化。为期个半月台日文化交流活动，在新德馆文化局展出，内容佫包含讲座、艺术家导览以及日本工艺 DIY 等等，要让民众实际来体验台日文化。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在咧世界当中正保守的国家沙烏地阿拉伯，有一間冷氣工廠專門收查甫員工，因攏真愛這個頭路，而且因的表現呢，頭家也感覺真意外，因為因各方面的財政也攏袂輸予查甫人。
看过去全拢是女性工人，这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冷气组装厂。伫这个保守的国家，女性伫工厂内上班是真罕见的代志。那根据起索罗斯，一寡互看做是用工的工作内容，更加互外界对女工的能力产生质疑。كان الكل ينتقد هذا الشيء بنت بتشتغل شغل رجال بنت بتحمل شيء ثقيل بنت بالعكس أثبت وجودي بهذا المكان الحمد لله من 12 سنة إلى الآن فرق علي كثير وصلت لمرحلة متقدمة جدا جدا بالشغل 沙特东部省上大城达曼一间冷气组装厂专收女工，沙巴是25名工人其中的一回。因拢想要证明就业不是男性的专利，女性也做会到。قبل يومين صلحت مكيف في البيت وتأكدت من القطعة الخربانة ورحت جبتها وركبتها الحمد لله ضبط المكيف وبارد يعني الحمد لله 虽然挂嘴暗，永远看袂掉沙巴对家己所有的专业技能骄傲的表情。沙国2018年6月进前，拢也是全球唯一一个禁止女性开车上路的国家。最近几年，伫少年王储穆罕默德的改革之下，女性权益才有淡薄改善。不过，性别刻板印象犹原存在伫这个受伊斯兰教信仰影响的保守国家。像当妇女坐车来上班的时，司机对无着地工厂拢会情意化。女工一开始也会烦恼家己敢是会当胜任。أنا عني كنت حابة هذا الشيء وكان عندي إصرار فعلا إن أنا أستمر فيه。那工厂头家也真满意女工的表现，讲因的能力超过伊的预期。一年前，工厂原本一工只会当组装100台冷气，即马大大提升到500台。那沙国继续改变，无定着会当期待未来有更较侪沙国女性伫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公司新闻刘武平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依然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